大家好，我是欧巴，伊是狗仔阿光。咱伫料理救援队的第7集有小盖的菜市啊，阿光上爱去洗菜市啊，乌白买，乌白看，这就是阿光买回来。咱来看伊买啥物？一条菜头，一粒金瓜，一粒柑仔，阁有一寡青柑仔，嘛会当讲是汤匙仔菜。接落来，咱来小解相关的语词。提醒大家，下面的内容拢是甲放假有关系，建议大家爱先去看放假哦。好闲，好闲是讲对毋捌看过的物，感觉真有趣味，想要去摸、去看、去认捌。Q 短短 Q 短短，像即块杏仁粉粿，你甲看，安尼 Q 短短，看着足好食款呢。老下頦，老下頦，伫遮是讲人的下頦入去，就是骨轮出去的意思。即边歹心学乐道的鸟鼠仔头家，做一台猪仔台，请人来瞟公园，搁伫公园内底变骹手，害人食甲老下頦，实在可恶。拄好，互料理救援队掌到，搁用神机食谱解救所有的人。好佳在有阿光领料理救援队来阻挡歹人，也无传统市场好食的公园就去了了啊！各位观众，今仔日讲的敢拢会晓啊？逐工听，逐工讲，你就是台语万事通。爱会记你替台台 Friends 面册专业起赞、分享、追踪。料理救援队后摆会阁发生什么代志咧？咱继续看落去，大家再会。